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很有名气的音乐家。学音乐真的蛮孤单，因为每天就是要一直练，走这条路其实压力很大。因为其实我人生从4岁学到现在也快20年了，音乐这一块走到今天，我觉得对我真的很重要。说真的，让我重新选择的话。布拉格也在李行林学路的世界路上时，因为三国的战俘的破坏，故所创造的老总司机的施工牵动到今。丰富的建筑之谜，本文学史人高德学路布拉格是世界千强的宝石。在亚世界第一站文化遗产上市度，你随时都得感受到袅袅的异文气息。今日就让我穷下到恰克，也波西米亚古国度，感受下上市体育的节奏啦。音乐哦，啲欧洲係懂平常嘅事情，故所有懂到懂有名嘅音樂家，就喺歐洲那邊出來嘅，就像個肖邦啊，像個李斯特啊，佢咪因為拜訪嘅鄉親，佢13年前布拉格那邊學音樂，佢到底有乜咁樣嘅故事呢？聽下看下嚟去了解。佢本來係出自喺691，都鴉片，你看，要唔係 LIU。鄉親都劉伯偉，古風係上一應該就會記啊。唔該咧。嘿，博偉。哎，你好。欢迎你来。对，这是我家，请进。音乐家、音乐人的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哦。其实我觉得。音乐人在后面练习的时候，其实都还蛮苦的，对，所以也不敢太怎么样，对啊。这是你的钢琴对不对？对。掀盖式钢琴好像一般在家庭里面比较少看到哦。不一定啦，要看学这个音乐的人他的需求是什么啊。像我音乐是走专业嘛，然后到后来来到这边，我发现到还是要平台钢琴，然后再像这种小台的练习琴，我觉得真的对我来练习真的会比较有大的帮助。其实我有看过你哦，真的吗？什么时候？你上次8月9号在台湾有办个演奏会啊。那时候我就是听到说，台湾有一个人在国外学音乐很厉害，想说那我去听看他的音乐。你应该是没有注意到我，因为你那天其实真的非常投入。不好意思，那天人太多了，所以没有发现到。只是我有一个事情是比较好奇啊，你刘伯维嘛，对，为什么会叫爽爽？你有什么关系？甚至有个小故事过去，就是几年前就是在这边的台商一起跟他们吃饭，然后有一个台商就听到我学琴。然后毕竟他在那之前也有看过我弹琴，然后他就想说，干脆在大陆有一个朗朗，干脆台湾也来搞一个叫爽爽的绰号。爽爽。对，然后我在想，好像也不错。因为身为台湾人，这种感觉好像在网上也有感觉像蛮台味的感觉，又好记。另外一个好处感就是这个，弹琴的时候很爽，人家在听我弹琴的时候更爽。这也是可以来形容一个为什么我叫爽爽。真的不错刘伯伟乡亲，桃园杨梅客家人。四岁起时，受到钢琴欣赏的指导，在湖北的琴键度请到7届的世界。7岁的时节就骑上了台北各大音乐堂舞台。13岁喊到日本、新加坡、意大利演出。在欣赏的鼓励下，伯伟就决定决从毕业故乡到海外留学。自家在外国8年的生活度，布拉格也变作他的第二故乡。这就是传说中的布拉格广场哎。对，就是布拉格的中心点，大家都一定会来看有名的旧城广场。那韩国人你看来去有暗斗的人，这个广场上基本上是挤满的人呢。这边的观光客流量每一年都越来越多，然后观光客平均每天的来流量大概都是10万以上。哇，有到10万人哦。对，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这边每次人可能还要再比现在还要再多个5倍出来吧。
我觉得原因可能就是说，来到这边，其实你每一栋看到的建筑，平均可能都是用100年来算的，要保存这么久，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在这个旧城光很难有建筑不低于200年，像比如说个提恩教堂，这叫迪恩教堂啊，它有什么特别？我觉得它这个好像是蛮标准的哥德式建筑。它就是标准，对，就是你说的标准哥德式建筑，然后它也是这旧城广场这边最古老的教堂。旧城广场这边。曾经也出现过很多有名的人，像比如说卡夫卡啦，曾经住在那边有一个叫做《变形记》的那个一本宗之，对。然后像你看后面那边还有一个胡斯雕像，对，他是查理大学第一个校长，对。不过他后来因为反教会，然后他被处死刑，对。Q 上工厂唔但将係布拉格嘅新創，還係11世紀重要廟宇清創嘅始創之一，超過900年嘅歷史歲月。本無腔嘅年代，立風格嘅老建築相生相擁，就像歐洲嘅建築博物館，也為唔但搶上到新婚公婆結條，來也去婚紗、老土美熱，還係大點中旅行人親期待嘅景點之一。好，就这样。啊？对，就这样。就这样？对。我以为正要开始哎。你这样的反应是正常的。我想象中好像这样子的整点钟会相对的稍微隆重一点点啊。可是那到底是这些游客是为了天文钟的什么地方慕名而来？当然，毕竟一个就是天文钟，大家只要看到跟布拉格有关系的，比如说广告或是杂志，当然第一页都是以它来当基准。对，所以大家来到布拉格就一定会先来旧城广场，再看天文钟。它看起来，我光看外表，其实就知道它是一个历史蛮悠久的一栋建筑。对，没错。它1410年就盖到现在，所以你可以想象已经超过600多年。1410年是600多年的建筑在这边。对，好了，那也是值得来看啊。对啊，那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其实还蛮了不起的，这个你可以想到当时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么厉害的，也可以讲是一个天文机器，它可以告诉你宇宙方向在哪里，12星座的位置在哪里。怎么看啊？有一个金色的小小像太阳的那个，就是告诉你一直现在日照的方向在哪里。哦，是啊。对，然后旁边就顺便告诉你有一个黑色的球，那个就是顺便告诉你月球方向在哪里，然后甚至下面还顺便告诉你的12星座的位置也在哪里。还有12星座？对，在下面的那个圈圈。那像这种高科技的钟是谁设计的？是一个叫 Hanush 的钟表师傅，他当时在奥匈帝国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钟表师傅。然后他盖完这个之后，有一个还蛮残忍的故事啊，就是说。这个 Hanush 后来把这个天文钟盖完之后，就是查理国王，他希望只有在布拉格有这个，他不像其他国家也有一个他们一样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查理国王就下令决定要把他的眼睛用瞎，让他无法再盖。啊，第4个以后，对。哇，这是蛮残忍的故事。几百年来，对呀天文钟有各种各样的谣传，还有人讲，那係呀始終壞鐵。布拉格就會遇到災難，一隻照這樣是地球中心講法嘅原理設計出來嘅天文鐘，有當到調擺嘅天文想法，落設計意涵，空地搭隻細素材，係個無人講唔知，當會冇注意到一隻勞工人千金發嘅紙幣結晶。你帶我這樣繞一圈哦，我覺得我真的有一點可以感受到你在那邊學習音樂，這種氛圍下學習音樂是真的很享受。你是從小就很喜歡學音樂嗎？從小就喜歡聽音樂？一部分是跟家人有這方面的喜好，所以小時候讓我學。當然，另一部分是家人看到我小時候好像也有喜歡音樂，因為小時候其實我小時候有點偏向小過動兒的感覺，然後家人就發現到我每次去逛百貨公司，聽到音樂我都會往音樂的方向走。然後又會跑到音響前面跟着音樂的在跳舞，然後我在想，我這個人挺喜歡音樂，那乾脆就讓我去學個音樂，然後後來就學。所以那時候鋼琴是媽媽想說讓你先學鋼琴，看看你有一部分也是有興趣，然後有一部分也是媽媽對這個鋼琴也蠻有興趣的，因為她小時候想要學，所以想說乾脆這個夢想就讓我幫她完成。那你自己剛開始學的時候，那時候才幾歲？4歲，我差不多4歲9個月開始學琴，在學習的時候發現找到有趣，對，但小時候還是有時候有點不喜歡練習，
但还是有一些也是妈妈坚持，再加上想尽办法让我一定要有练习的习惯，才变得像今天这样子。因为后来中间我知道你有参加一些比赛，也到国外去表演，意大利啊、美国。那你最后怎么会决定要出国留学？因为你那时候才15岁，哎，15岁怎么会有这个勇气出国留学呢？小时候，我的老师教我的钢琴老师在台湾发现到我有这个天分，然后就在台湾栽培我了。我在台湾的启蒙老师教了我11年，这11年他在台湾也帮我就训练我，也是让我非常大的一个功力提升。然后他觉得要再提升更高的阶层，一定要觉得他建议我出去看看。一般我们知道的音乐之都，比较常提到的可能是维也纳或是奥地利。我好像比较少会听到会选择捷克这样国家来学音乐。原本是要去美国，但就可惜因为美签，简单讲就是美签后来没有办成，然后才想说换换看欧洲好了。对，一部分也是对国外的好奇啊，然后再加上当时在台湾听到一些台湾的人的观念讲外国人的世界，然后就真的很好奇这边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样子啊。对，不过确实来讲，音乐这一块真的让我学到、体会到，就是在这边的不一样，跟台湾的不一样。当地的老古言语讲，达50七个人就一直係音樂家，其中布拉格音樂非嘅平民化、落度用心，一啲也唔會輸維也納。切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就是伫作品度講到，係講一個切克人冇音樂嘅感受，安尼做切克人嘅獅子音樂就像蒙上人身體咧，安尼就知咧音樂對切克人什麼樣度嘅重要性，安尼一個好音樂、好藝術嘅嘗試，就會保庇啲好適度、輕鬆有嘅文化養分。爽爽，这间咖啡厅好有氣氛哦。对啊，在布拉格这边是有很多像这样这么有气氛的咖啡厅吗？很多，但这家又很特别，它是少数几家在布拉格超过100年的咖啡厅。超过100年的咖啡厅对，再加上曾经又来过不少他们捷克的重要人物，比如说当时的一些小说家，有名的比如说卡夫卡啦，或是另外一个捷克的很有名的小说家 Čapek，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曾经就是他们的改民主之后的第一任总统哈维尔。去过台湾的哈维尔总统。那为这间咖啡厅，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这么多名人好像等一下过来朝圣一样？就是因为他们这家的甜点很特别，不错。你现在眼前看到这个，就是捷克数一数二有名的道地甜点。我的教授来到这边，竟然敢在我妈面前讲说，我觉得博伟一定要交女朋友。就在他这个年纪，而且我那个时候年纪才说16岁，一定要交女朋友，要多喝酒。要多喝酒训练你的想象力。我妈听到我就说啊。你妈吓到了。我儿子还未满18岁，跟我说要叫他多喝酒。就是因为他们这家的甜点很特别，不错。你现在眼前看到这个，就是捷克数一数二有名的道地甜点。这个是蜂蜜蛋糕，这个是苹果派。可是我们一般台湾印象中的蜂蜜蛋糕好像是比较软绵绵的，这个外表上面看起来好像跟台湾不太一样。像这边的蜂蜜蛋糕的不一样，就是你看它跟就像你刚刚说的，台湾的软绵绵，但这边的蛋糕就真的做起来真正像个蛋糕的样子。然后它里面很多层的蜂蜜啦，看起来一层一层的，对，一层一层的蜂蜜啦，又一层一层的奶油啦合在一起，然后上面又放了一些核果。你可以试试看。其实光切下去的感觉跟台湾就不太一样，台湾是很绵很绵，但切下去有很扎实的感觉，扎实又有口感。我觉得它很像千层派跟台湾的海绵蛋糕的味道的 mix 的感觉，比较有口感，因为它的颗粒感比较多，可能是因为这个核桃的关系。这个就是苹果派，他们苹果派的特别，我是觉得基本上是都大同小异，但只是不一样就是它的样子。我觉得这个苹果派感觉比台湾的口感稍微再更酸一点，不过很香啊，还有一点点肉桂的感觉在里面。可是像这样子的100年老店，我们吃这样甜点会不会很贵啊？其实不会，其实捷克的物价其实比西欧那些国家来讲真的是便宜很多。这也是因为他们以前就曾经有被共产统治过，然后后来改民主之后，才变得他们的物价跟西方落差真的蛮大的。那以这块蛋糕来讲，它在这边大概卖多少克朗？那可能比如说这边大概70克朗左右好了。对，那在西欧的话，有可能是再翻倍，以
翻倍，可能变成140克朗，对，甚至210克朗，都不是不可能。差那么多。对，因为一个原因，毕竟他们是用欧元嘛。对。那你8年前来这边的时候，跟你现在比起来，有什么东西是真的涨得很快的？我觉得最夸张的就是交通的次票。车票吗？对，交通的车票，然后是算次的那一种。因为这也是原因，是因为他们毕竟我在想，应该也是他们想要赚观光客的钱，所以他们次票就故意卖很贵。像比如说天票好了，8年前的一张天票，一天票可能26块，差不多26块克朗。现在的一天的天票要110克朗。啊，那不是涨了差不多5倍多了？对，因为只有观光客才会买到这种次票。那像我在这边留学，他们我觉得对学生的优待真的都蛮高的。所以比如说，因为这边的学生优待基本上很多东西都一次直接半价，然后他们的学生优待是到26岁以前。哦，是哦。对，你只要有学生的身份，你都可以享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半价，比如说学生票啦、电影院票啦、车票啦之类等等等。鲍比讲，各种毕业高校，除了阿妹天意产业老给做盘，8年来伫布拉格读书，有各种生活体验。主要去甲一站去闻、去吃、去饼，但强强的容易动体。不过，老一般人来比，前几年语言的限制，老唔熟悉也着，点都唔係佢理长度清太的困难。你跟我们没有共斗啊，就你张罗的时间啊，其实有读到一些就是比较不愉快、比较辛苦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今天稍早跟你说的，就是梦想，再加上家人，再加上我小时候的，就是我的启蒙老师给我这样的建议，才决定选择出国，然后就找到在台北有一个代办公司，然后那个代办公司就刚好有认识一个在布拉格的家庭。哦，因为我们家庭身份背景从来没有人有去过国外留学过。其实一开始来真的是蛮幸运，就是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也都蛮傻的。再加上我们也对这个环境不熟，因为一开始来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懂，但就是很多事情都以他们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的。因为我当时在台湾跟这个家庭讲，我是会就像 homestay 去他们家寄住，然后也在他们家也待了半年，然后在台湾给我们的承诺，基本上给我们的承诺价位，结果去到那边该有的承诺也都没有给。哦，是什么东西？比如说当时来的时候，跟钢琴教授上一堂课2500克朗，然后结果到最终发现到才1000克朗。啊？什么意思？对，甚至小提琴2500克朗一堂课，却最终让我发现到只有500克朗，其实学费没有那么高。对，其实他如果赚该赚的东西也是应该，只是他也赚太多了吧？对啊，像那个时候跟我说暑假会带我去参加一个音乐营，然后会住在城堡啦什么之类等，然后结果到了那个地方，城堡在右边，结果住的地方是左边的青年旅社，就先期待一下，就没想到就经过而已。在这个家庭被骗了半年之后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寻求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其他人来帮助。跳摆自信的唔流通，还有贴心上夫人，为一段充满梦想的音乐之旅，变作噩梦的开始。阿妹离开高校，所有的现实问题，从一层又一层的太风太雨，对点45岁的少年打电过来，连电读到2个坏心肠的人，韩本高雄市的保卫摩贴了对台湾人的幸福。我当年来这边，其实因为当时他们骗我的第一任就说，因为我未满18岁，所以需要监护人。哦，监护人，因为这个跟办签证有关系啦，所以才需要看有没有办法找一个监护人。被这2个家庭骗之后，我自己去办，然后其实连监护人都不需要。所以他连骗你监护人这个钱他都要赚。他做了一个蛮过分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签证而已还要跟我们家收30万。30万？太贵了吧？跟平常时第一片办签证的话，他们都会给多少钱？后来自己办，发现到夸张的便宜，就连含保险、签证费，等全部加起来，顶多也才差不多1万到2万克朗。哇，给到真挺懂坏，这太坏了，怎么会？那个时候办签证，第一次办是需要去捷克的邻近国第3国办延长签。第2次办延签的时候，就只要在捷克当地办延签就好，但他却不这样做，却又要让我不但签证让我重办，还又故意说什么要再办延签，还是得再去第3国，就变得就花了冤枉钱。
他这样的目的是什么？一个就是他也顺便想要去第三国办他的事情，哦，然后结果选的是也是去维也纳，对，然后车票钱啊都有我们付，都你包。对，我刚刚自己在想啊，如果说我15岁的时候，其实我真的也是懵懂无知，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如果我一个人去国外碰到像你这样的事情，我自己可能会，我不知道怎么寻求协助，应该是非常非常害怕。那你那时候看到妈妈的时候，没有跟妈妈讲说，我想要赶快回台湾了，我不要再待在这里了，我不要学音乐了。其实每次跟他在那边 Skype 网络上通话的时候，尤其是真的是讲到都有掉泪出来，对。不过我的想法就觉得我可能还没有真的看到这边的世界到底在干什么，对。在陌上，我觉得当时也是有一颗心，就是不想放弃，对。所以，我现在想想还好没有放弃，有让我看到，我才觉得有今天这样的我。挑战的困难，和较坚挺的保卫，伫布拉格嘅求学路，6年来，伫布拉格音乐学院3门学习，欧洲嘅音乐教育风格，和自家嘅文化背景，伫学习嘅探索过程度，每本几多咧目标嘅诠释，和体悟。真的太精彩了哦！我觉得要成为一个顶尖的职业的音乐家，真的是不容易啊！你每天要花多少时间练习这些琴？平均3个小时啊。对，但其实3小时以音乐家该要练习的时数其实算是少了，但我是觉得要有聪明的练习方式，因为我觉得很多学音乐的人一开始说很爱弹琴，但最讨厌的就是什么？就是练琴。对，其实你两边的系统你都学了这么久了，对，你觉得他们在教学上面、方法上面有什么最大的差异？我觉得在台湾的学习音乐方式，我觉得太紧张，有可能也是我们的教育系统好像比较偏向爱去做比较的想法。像我来这边，我的教授他一定会讲出一些在台湾教授一定不敢在家长面前讲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我的教授来到这边，竟然敢在我妈面前讲说，我觉得博维一定要交女朋友。就在他这个年纪，而且我那个时候年纪还才说16岁，一定要交女朋友，要多喝酒，要多喝酒训练你的想象力。交女朋友有爱情，你男只是知道音乐的爱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我妈听到我就说啊，你妈吓到了。我儿子还未满18岁，你跟我说要去叫他多喝酒。我的老师意思是说，你要去找这个地方找出你的潜能。今天分手了没有关系，分手就有弹琴就有分手的感觉。对，就是这个意思。对啊，为什么说喝酒？他说你今天喝酒你会醉，你会晕。那你在晕的时候，你会更多天马行空的想法，甚至你的行为甚至会开始变得不像是正常人在运作的方式。在台湾，如果家长听到老师跟学生讲这种事情，我想那个家长可能明天就叫换老师，对不对？可是在这边反而就也是一个让我觉得很意外的，真的蛮不一样。無論係戲劇、舞蹈，亦係音樂演奏，生活嘅鍛鍊，涵蓋嘅加減層次，和程度嘅好方法。無論係挑戰嘅膚色，亦係一下愛情嘅美好，人生現實面嘅素養，就變做了保衛慎重嘅養分。给我使用一些布拉格音乐院哦。当年因为就是骗我的第一个家庭，他们家的女儿就是在读这个布拉格音乐学院，然后听他们家人讲的样子，然后后来来这边就直接就以这个布拉格音乐学院的目标来去发挥。对，古时候在学校对几只有族来看哦，有咩个推票心吗？因为全捷克大概有10几所音乐学院这种东西，然后布拉格音乐学院是这10几所里面最知名的，那也算是比较多在捷克是知名的钢琴家在那边教书，这其实也算是一个原因，为什么比较最知名。我刚刚一直强调的就是说老师比较重要，对，所以这也不一定说哪个学校出来的学生会比较厉害啊，我觉得这个并不是真的。欧洲这边其实有很多的音乐家嘛，不管是肖邦或是李斯特或等等的，那哪一位是影响你最大的？其实我觉得李斯特是影响我最大的。来到捷克的前1年，到我在台湾的时候，就有听了是李玉帝弹的李斯特钟，然后就特别影响我李斯特，所以我来到捷克的时候，
那一年，就特别的又对李斯特特别的更感兴趣。所以那时候你听到李斯特的钟是哪一段旋律让你印象特别深刻？那我现在就来谈，就是李斯特其实一开始的音，我一听到我就觉得这个旋律怎么那么好听。那一开始的样子就是这个。伫音乐度寻到梦想，伫音乐度得到启发，不为健身，私产人为，无论去到哪只国家，哪一间学校，轻重要嘅，还会为意思切解地外留大饼，来到闽南都会强硬嘅摇柱，唔但抢无本嘅强度，更到行较健听嘅目标。不过，伫下多元嘅音乐制度度，除睇古典音乐，享受爵士音乐，每个延伸灵感。表上属下嘅好风声。这个就是对，它叫音节。对，一杰你好，我是钟汉。你好。对，那你们是平常你没有练古典钢琴的时候，就是在这边听爵士乐？对，这就是我说我喜欢来这边放松的地方。对，让我开放自己的压力啦之类等等等，我都会来这边享受一下音乐。对。你是什么因缘机会之下介绍认识爽爽？因为有一个朋友在那边念书，然后我们刚好就是一群人想要来捷克玩，然后他说，那我们这边捷克有个那个爽爽，所以他可以让大家介绍认识一下。所以爽爽在捷克这边是很有名的。对啊。那你刚来的时候，你看到爽爽，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认识他多久了？我认识他，他从18岁我就认识他。18岁哦。对。然后像我帮你介绍一下他们的主食，就是面包以及蛋糕。蛋糕？对，这是蛋糕。这个哪是蛋糕哦？这个不是披萨，这是蛋糕。你要吃吃看吗？披萨蛋糕。披了，因为做对的，好像很正常的口味。哦。18岁哦，对。可是18岁，你那时候不会觉得说，这个人年纪很小，他怎么照顾得了那么多人？因为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他并就是感觉整个不像就是一个18岁该表现的行为，就会感觉他比较成熟。就是因为我年纪比他大，然后相对我会觉得他讲话，然后或者他的就是神情，然后什么的，所有的就会感觉就是像一个大人一样。哇，所以你到底帮助过多少人啊？其实我也不知道，但你这么多年来啦，我感觉我在想算一算，估计大概有超过400多个。400多个人？对啊，接受过你的照顾。哇，这数量无好小吼。不过伊嘅讲，因为超过佢年纪嘅社会经验，老避免有遇到相同嘅情形，喺度也研究嘅部位，当然以为增多布拉格嘅台湾留学生解决问题。咪因为安尼交到了同道嘅好朋友，还因为小讲佢喺当地嘅天下学生比非中，佢哋当地亲好嘅车客朋友 John， 佢也部每天去来拜访人。How long you know each other? From 15 years. When we were 15 years old, we met each other. Almost 8 years. So almost 8 years. Yeah. 那时候当初怎么认识的啊？那个时候我有报英文补习班，然后在英文补习班认识了他。他在那一班跟我年纪又跟我相近，然后我就想说想尽办法想要认识找一个捷克人，不但也可以认识在捷克的人到底怎么生活的，甚至可以更了解当地的状况。So how you feel if Taiwanese people come to Jack to learn music? Yeah, it's very interesting thing, and I very respect brave position of Bole and his family that he supported him. So before you know the Boe, what's your image about Taiwan? I really respect this country because first thing, what is for me important, is that you are very small, but very brave country because you just next to China, but you are still independent. Yes. So, and you are a democratic country, of course. It wasn't all the time, but it came, and till now it is. And you are hard workers. A lot of companies which we know in Europe is from Taiwan, like HTC. Yes. That's amazing.
恰克평양系是属到顺条国家上个史特级的小国家，평양是由伫东王求生存，故说将对台湾当初有很较多的认同和同理心。伫海外谈到外国朋友安尼欧罗台湾，真正动感通，将你同英语老人分享恰克嘅骄傲。There's just a few things which we really adore on our country because we are not so huge patriots as, for example, Taiwan or Germany. But what we really adore on our country is beer and our humor. It's two things which respect everyone in Czech Republic. And when you can get some statistic about drinking beer, we are the best on the world. We are the best. You are the best. Yeah, when you include babies, old people, everyone, average from Czech Republic is the best on the world. So how to say cheers in Czech? Na zdraví. Na zdraví. Okay, na zdravia. 恰克人对马酒的粉，对佢条早在连续20年拿到世界2000多马酒的国家排名，就都在看出来咧。打造大帮保卫还在年轻的时间，就天天先去拜访南海一张乡亲 Cindy。嘿 ，Cindy，你好，我是钟汉，你可以叫我小吴。好，小吴你好，你来捷克这边多久啦3年了。哇，我之前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布尔诺待了1年，然后之后来布拉格这边继续念我的硕士2年，然后最近要毕业了。那来的时候觉得这个城市怎么样？刚开始第一次来布拉格的时候，说实话有一点点小失望。啊，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在布尔诺当交换学生的时候，我的土耳其室友一直跟我说，布拉格这是他看过最漂亮的城市，比什么伊斯坦堡啊、巴黎啊那些都还要漂亮。所以我当时第一次来这边旅游的时候，是带着一个非常期待的心情，就来之后可能跟理想有点落差，所以就觉得还好，但是很漂亮，就像你看到的，有桥、有城堡、有广场，非常的漂亮。只是就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好。不过我并不住在市中心，我住在比较郊区的地方。其实很多捷克的当地人，还有许多的留学生，他们会比较希望住在郊区，因为这样可以更感受到就是捷克当地人是怎么样的生活。你住郊区，那有看到不一样的捷克吗？你要看吗？我带你去我周末最喜欢的地方走走。现在？现在。好，好，走。Cindy 讲，迄个老布拉格比到台北。佢之前喺嘅半年咯，就從喺高雄，可能係相對速度嘅夾腳步，讓人同人之間嘅疏離。一開始當對布拉格出到東南集權，不過天天廿2年喺查理太后土研究所，將悄悄嘅感受到布拉格嘅美好。Cindy，那邊松黑捷克那邊傳統市場。对，不过这个地方它是只有假日才会有的一个假日市集，这样。因为假日的时候人们不用工作，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周围其实有很多的父母，他们会带他们小孩跟他们的宠物，等于是一个假日的休闲，但是他们也可以顺便就是采买这样，等于是一个假日才会有的一个休闲活动。跟平常时间边的过来吗？假日的时候会过来。因为来这边的话，你可以买到平常你买不到的东西，还有这边也有一些 cheese 或者是香肠或者是一些酒摊，而且这边有非常多的小酒厂，他们会自己去酿酒，然后来这边卖。哇，这个都会酒哦。我觉得很好喝，你要不要？这样的口味通常是最特别的，但它有宽豆，然后也小咖一行，再帮我介绍一下。OK， 好，没有问题。那边就有在抽一坛呢。不过按你看起来，老台湾买个菜好，当中差不多。这边看到的是，但是其实因为捷克这边主要还是以冷食为主，所以一大部分的菜都是沙拉。我瞧瞧，这片就某昆锅嘞，这个是什么？好奇怪，他们也是吃沙拉用的。对，应该是吃沙拉用的。要不就某在炒强吹，没有在炒青菜吃。没有，他们觉得我们炒青菜吃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他们觉得青菜应该就是要生吃。这边的留学生戏称它为樱桃萝卜。樱桃萝卜。对，它小小的颜色有点像樱桃。然后它用在生菜里面，你切片，外面是红的，里面是白的，那吃起来有点辣辣的。又是生的。对，是生的。要偏你就直接长一卡抖，你台湾过了你们不关心。所以我特别喜欢来这种市集，因为我可以自己剪，比如说像台湾之前有看过一些菜，那我就回去自己煮，因为我无法忍受冷食这样。其实你也是吃久，而且现在如果天气变冷了，吃冷食我觉得对身体没有非常好，所以对。
为车客因农业太贵，西农较难竞争，故所潮湿嘅强吹果子，单单都是国外进口嘅。黑讲会使到菜地嘅食材，礼拜6日嘅农夫吃食就会冬天你清好嘅选择。先地讲，行一阵吃食就做在4片车客。底下清油好色嘅秋天来拜访布拉格，行卡总得中国记住嘅菜地美食啦。小物先我帮你介绍一下他们的主食，就是面包以及蛋糕。蛋糕，对，这是蛋糕。这个哪是蛋糕哦？这个不是披萨，这是蛋糕。我们蛋糕一般来说就是一层，然后可能有一层一层的，要不就一层像饼用像饼一样啊。对，这个就是捷克的蛋糕。就我们那个 Q 咪哦，看那片应该是橘色的橘子吧？啊哈，蓝莓。对。啊，这种呢可能是什么梅子那种颜色的，要给这个芝麻的。好，等一下，这个不是芝麻的哦。这个不是芝麻，这个是罂粟花的种子。罂粟花的种子，对。罂粟花干不做在生。你是讲台语？是讲台语啦，我也讲淡薄啦。淡薄啊？你都会人？马来西亚人啊。哦，你就有点像是一个小型联合国。好的，没错。所以你平常是会来这边就是解解乡愁吗？其实这闻起来，我刚刚讲，其实蛮有台湾的味道。对，每个星期日是最期待的时刻。每个星期日都过来啊。要给这个芝麻的。好，等一下，这个不是芝麻的哦。这个不是芝麻，这个是罂粟花的种子。罂粟花的种子，对。罂粟花干不做在生。如果你把它做成另外一种用途就不能吃，但是原本的这个种子是可以吃的。这个在中欧、东欧其实蛮常见的一种食物。这我没有吃过罂粟花口味的蛋糕，而且是这种形状的。那你要吃一片看看吗？当然，真紧做在生哦。你要吃吃看吗？披萨蛋糕，披了有没有做对的？好像很正常的口味。来，我们吃一口好了。可以吗？哎呦，绵绵哎！哦，没啦，一点。这样说，只是某大概附，没有也不会说，其实有点像麦子的味道，摸不有绵绵。那这个口感应该吃起来算健康的东西啊。兄弟，要谈就要按斗你哦。这一摊是在卖专门还没有发酵完全的酒，所以它喝起来比较甜，甜一点点，你不会感觉到那是酒，但其实他们还是有酒精的成分在。那它就只有现在这个季节，尤其是8月底9月初，所以很特别的期间限定的哎。对，没错，所以才吸引了这么多人。现在才早上时间，他们就开始喝酒啊。今天假日嘛，轻松一下，有没有？你是按了一笔哦，也不会贵哎，差不多40块台币而已。我们要啊 ，Sorry，Yes， Thank you。红酒颜色也是比一般的还要再更鲜艳一点的。对。哦，快嘞。那所以呢，很像果汁，对，所以它后劲应该是非常强哦。你要不要试试看白酒？白酒的嘛。啊 ，U5 嘞，也是一样，像果汁一样。他们怎么会有想到说要用这种啊？就是你说还没有发酵完全的，喝起来其实像果汁一样。因为它甜度比较高，比较多人可以接受。因为毕竟酒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就是一些味道，可能有些人不喜欢喝酒，但是这个我觉得是老少皆宜的。真的，第二站撩你的时间哦。吹这个微风，然后我们在火把笋条喝这个酒，真的很享受，很开心。这就是正统的捷克生活，捷克风情。对。车客人同好太刺眼，大概到礼拜6日，市區是會存觀光客，冇辦法通就會見到沙狗嘅神發衝線。爭到車客嘅時節，為咗唔好打上難得嘅球學期飛，禮拜6日啲烏卡托數，我們陪車客嘅朋友小講，嘅托數通講鐵咧。一下輕輕嘅後尾調整自己嘅腳步，容易斷鐵。不過對每個來嘅留學生嚟講，禮拜6日有朋友嘅大屌絲，就會見到親切嘅享受。這樣回到這個我嘴啦。你是講台語？唔是講台語啦，我也講淡薄啦。淡薄啊？你都會人？馬來西亞人啊。
马来西亚会讲福建话还是讲台语？是嘛，我爸妈是福建人，所以是嘛，我们就说会说一点福建话，所以是嘛跟台湾的闽南语是嘛有点接近。哦，你这边有点像是一个小型联合国。啊，对，没所以你平常是会来这边就是解解乡愁吗？其实闻起来我刚刚讲，其实蛮有台湾的味道。对，每个星期日是最期待的时刻。每个星期天都过来啊。因为每逢星期天是嘛，因为我是没有上班嘛，所以是嘛就是什么有时间的话是嘛，就邀朋友过来，就是问他们能不能跟他吃晚餐。他们说啊好，然后就来了。因为在这边毕竟会讲中文的，或者是可能对中华文化有兴趣的人没有那么多，所以你一个人在这边久了，当然会觉得很孤单。那就很幸运我找到这些朋友，然后每个星期日可以一解乡愁的。你从马来西亚这边过来，你自己会觉得文化差很多吗？是有点分别啊，因为是嘛，怎么说是嘛，都是我们是嘛，马来西亚是嘛是半回教国家嘛，而且是嘛这里是嘛就是耶稣啊之类的嘛，不一样啊，我忘了怎么说了，宗教不一样，宗教有点不一样啊，季节更加不一样，季节上这里有4季嘛，马来西亚只有1季而已，哦，都是夏季，都是夏季，从早日到晚，从晚日到早，这还习惯吗？刚开始还是很不习惯的，第1年是嘛，我就觉得下雪之类的嘛，光天气的，我觉得很奇怪之类的，到久了过后是会觉得，这里生活是蛮不错的，比马来西亚好，不会那么紧张。因为我是台北人，但是就是台北已经算是个很大的都市，但是跟其他比起来已经没有算那么的快了。但在这边步调更慢，那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就是感觉人生有得到就是休息，对，可以走更长远的路。無論係來切克到總部時嘅 Wallace，也係 Cindy，佢哋透過喺另外國嘅文化衝擊，更感受自家對未來嘅向往。喺台太近前嘅邊一嘅 Cindy，雖然有大部分人懂現在嘅學歷，不過到嚟切克就真正尋到嚟好事嘅目的同快樂。講好切克花係佢對自家嘅希望，咪祝福 Cindy 啲切克有更加豐富嘅理想。接下來。應該落去拜訪部門嘅女朋友子拉塔，了解當地人好音樂嘅情形。I have heard from Bowie, you also play music too. Yes, I play clarinet. Oh, clarinet. Clarinet. In my image, almost the girls will choose about the flute or the violin. Will choose the clarinet. Actually, I was playing flute at first, but in the end, it was like I started to play when I was like 6. But 6. Wow, so young. Yes, but it's kind of normal to start to play like this. Oh, really? In Czech Republic, and a lot of people, like a lot of children, they are just starting to learn something since they are 6. So because like their parents wants them to like have kind of hobby or something. So it was same with me. But then after 3 years of playing, I kind of needed like more level up. Yeah. So in the end, I choose clarinet. So, as in Taiwan, our parents will not give us got a talent because we will feel more express about the music. But in your country, your parents think the music must have got a talent or not. Yes, they think so, and a lot of parents actually think like we have the talent, but in the end they just will find out that we have not. So it's really normal. Yes, it's normal. So because in Asia we have the one image is if you want to learn music, the best choice is Vienna. So is there also the same image in Europe? Actually, it's not only Vienna. Vienna could be one of those targets, but there are more targets. You know, for example, like it depends of what type of what kind of musician do you want to be. So, for example, like if you want to be like an orchestra player or something, then Vienna or Berlin in Germany, it's really good choice for you. But there are more styles of music, and even for example, like some people are going because they feel more like jazz music or something, so they are going to America or something. So there's more choices. So no one is best choice. Depends on what you want to learn. Yes. And what kind of music do you really like? I have one question I want to ask you. If you play music, it's so hard to earn so much money. So why you insist on to learning the music? You know, because the music is still like more joy for me than something else.
So I think it's still better to do something which you like really love or something than do something which is not so enjoying for you. And it's still possible to get some money from music, so you can still live. 知识音乐教育一直在挑战波西米亚地区的传统，古时候音乐教育都普遍。第二位好乐器，唔但像係有錢人嘅專利，規則社會還較鼓勵多元嘅學習，安尼學習環境本人當新鮮，未感受到無限嘅可能。像指导导有跟我提过，就是其实在这边从小学音乐的人，相对台湾来讲是相当普遍。所以你来这边学音乐的时候，你看到这边音乐的人才济济的时候，你自己会不会感到相当的压力？当时可能也是对我的琴艺在某种上也是还蛮有自信。不过其实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我自己的实力不见得会输给他们。对。不过我也觉得这样很不错，我觉得会更有那种竞争感。对，相较你同年龄的人来讲，其实这个时候可能是在台湾的话，他可能当完兵，准备要开始工作了，可能相对有累积一点点工作经验。可是你是从15岁出来，加上台湾之前练习琴的时间，其实基本上你的生活里面不是音乐就是钢琴。那你曾经有想过说，如果你不走这条路的话，你会做什么？我可能也不会想放弃音乐，因为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人生从4岁学到现在也快20年了，甚至也还没有学完，而且甚至还有5、6年还要学习。但其实我觉得走这条路其实压力很大，像一定你想要成功，你就要去参加很多比赛。但是你那么多年来努力，你比赛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去比。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过，曾经也参加比赛过，然后练了那么多，可能搞了一年都在为这些东西在练，或是甚至2年都在为这些东西在练。但你到最后，如果你没有拿到名次，甚至输了，哇，当下真的是面临的压力真的是蛮可怕的那种大。对，有时候也是因为年纪越大，需要面对的现实，还有周遭环境啦、朋友啦，碰到的人的现实越来越多需要面对。然后有时候甚至让我感觉好像我的原本的梦想好像离我越远。但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让我从这条路上也让我认识到越来越多东西。我是觉得真正的学音乐应该不是一直要去这样好像你一定要登上最高峰。我觉得这不见得叫做真正的享受音乐。我宁愿创造一个舞台，这个舞台不但可以让我自己去表演给观众听得开心，也可以邀请或是开放让其他的一样都是学音乐的人来我的舞台上表演。我觉得这个才叫真正的享受音乐。那父母亲的期待呢？因为我相信爸爸妈妈栽培你这么久，他们应该某一个层面，他会比你更希望你是一个音乐家。说真的，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没错，那个确实是我小时候的一直想要的梦想。但其实我现在发现到，其实那个梦想没有达到，其实也不要，因为我发现到，就是我刚刚说，我觉得其实那种梦想，不见得真的是学习音乐的方式。就算未来真的没有达到我小时候想要梦想，我一定也是可以在这里面学到其他也是很棒或是值得的东西。逐場比賽就像音樂家一條，讓所有嘅人生砸向下嘅賭球。不過像安尼嘅煩惱，三日從條海度一條切架，係因為安尼冇睇嚟切架對音樂嘅熱情，也咪係寶貝唔會個按堅持嘅原因。太提琴家馬友友講，研究音樂唔係留騙人做比較，係愛研發出你內在嘅東西。我想，無論係行啲哪條路況，你千唔地按用嘅啥嘅時間，都應該轉到燃點，前轉清楚嘅想法，才有機會開創行卡道嘅可能。只怕我自己會愛上你，不敢讓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沒什麼留夠給你。對他唱，愛你也需要更大的勇氣，只怕我自己會愛上你，也許有天會情不自禁，想念自己哭了自己，愛上你是我情非得已，愛上你是我情非得已，我們唱愛上你是我情非得已。